基隆地检署侦办基隆河油污染的事件，即马抓到上顶头对一间公司了，将这个负责人甲其中的员工7个人带倒来问案，最后其中5个人被收押禁见。这个是谁？不知道啦。王姓司机面对提问，敢若海头，表示家己啥物都唔知。警方会来问。对呀。昨暗时11点多，王姓司机和检方录低5万块交保，加登工照常来上班。不过，伊的头家甲其他的同事说是和检方羁押禁见，因为检警查出王姓司机所属的众成公司，敢若就是顶个月27基隆河油污染事件的原因。基隆河因为发生油污染事件，影响基隆甲新北市10几万户自来水的用水。检警追查发现，众成公司专门处理汽轮废油事业废弃物，照规定收废弃油垃圾水了后，就要运去桃园观音的一间公司做废油的回收再利用、来处理的费用。不过，因敢若为着要省成本，竟然甲伫咧台中港收的废油垃圾水，再登去伫咧基隆软软的公司，涉嫌甲放伫咧油罐车的废油垃圾水，偷偷排入弯弯路102行的大牌，最后流入基隆河。检警查找分组5条路线，针对众成公司甲负责人和员工的厝来做敲催，查扣油罐车顶车辆，具体7个人约谈1个人到案。经本署检察官复讯后，任该公司负责人及员工共5人。涉嫌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46条、48条等犯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串灭证之余。检方交5个人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实际到众成公司放油的所在现场真冷清，敢若几只油罐车停在边仔。检方已经针对油罐车内底废油垃圾水的化学成分、取检本做比对，要查清众成公司偷排废油垃圾水甲这个基隆河自来水污染事件的关联。Hello， 大家好，我是林依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